西營盤，一個將傳統同現代完美融合嘅社區。喺呢度，時間嘅步伐時快時慢，但無論生活節奏點樣變，我哋對健康嘅追求始終不變。當你需要一個專業嘅健康建議，一個信得過嘅健康夥伴，其實就喺左近。今日帶大家嚟到樂康軒位於西營盤嘅分店，大家跟住我一齊行啦。呢度嘅每一位店員唔單止熟悉產品，更加承載住好多客人同樂康軒之間嘅故事。咦？呢幾樣產品放埋一齊，個組合好似幾特別喎。你真係好眼力！呢三樣嘢令我即刻諗翻起之前一位熟客嘅經歷，佢嘅故事可以話係我點樣幫到客人內外夾攻解決問題嘅一個最好例子。嗰位女士因為工作唔小心燒傷咗手背，雖然有去醫院處理，但個傷口埋得好慢，所以就嚟問有冇咩產品可以幫到手。我就推薦咗呢隻 Hyper Oil 快膚式俾佢，因為佢嘅成分天然，可以幫傷口保濕，製造一個好嘅傷口愈合環境。過咗一排，佢打電話話我知傷口愈合嘅情況好咗，但仲係未夠理想。咁啱公司新翻咗呢款紅光治療貼，我就建議佢試下。紅光可以激活細胞，促進血液循環，加速肉芽組織增生。佢聽完覺得好新奇，決定試下。結果傷口埋口嘅速度真係快咗好多。但最關鍵嘅一步嚟啦，佢翻咗嚟鋪頭話我知，雖然好轉快咗，但始終差少少先完全埋口。我就同佢傾多少少，發現佢因為工作忙，成日食外賣，好少食蔬果，所以導致身體內部唔夠營養去修復傷口。於是我哋就建議佢試埋呢款多營健補充劑，幫佢由內在補充翻均衡嘅營養。呢款補充劑裏面含有綜合哈姆營養素、維他命、礦物質、氨基酸等成分，好適合飲食唔均衡嘅人士。佢買咗翻去之後，連續食咗一段時間，就話發現傷口已經好翻晒，平滑咗好多。佢同我講，真係好多謝你，唔係你咁上心，個傷口都唔知要搞幾耐。我聽到之後真係好開心，嗰一刻嘅滿足感真係用錢都買唔到。喺樂康軒，我哋唔係淨係賣產品，我哋更加重視嘅係同理心同專業知識嘅結合。每一個查詢背後都係一份信任，我哋嘅角色就係你嘅健康同行者，同你一齊揾出最適合你嘅個人化方案。